相信呢，也很多人很怕煎牛排，因为越煎越老啊。那当然选择牛排的部位就是也很重要，也很重要，对，也很重要。那今天你用的这个牛排是哪一个部位？我用的部位这个是肋眼。可是看起来没有很多油花。对，看起来没有，是因为我把肋眼它本身它里面的油脂我都把它去除掉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这么有把握，等一下没有油也可以煎得很好吃吗？可以。其实我们在处理牛排啊，我最喜欢吃的部位就是肋眼，但是肋眼它有一点点油脂太多了，所以我会把多余的油脂拿掉。那很多人在煎牛排的时候都跟我说，是不是要先胡椒啊、调味啊，然后再下锅？其实我自己是不这么做，因为我们盐巴如果下去，它水分就会跑出来。对，所以我不做这个动作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把这个油花很少的这个牛排，还可以煎得很嫩。好，没问题。有。其实煎牛肉啊，大部分我都不放油。不放油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看哦，这个上面已经有白色的，这是它的油脂。对，我们油脂面就先下锅，利用它的油脂来煎它。对。那绝对很香啊。对，因为它本身就会有油脂，所以你如果再加油脂，那其实那个油脂都不是我们要吃的。对，用它的油脂来煎就可以了。像这个呢，我的煎法就是我会先把牛排的边边，先把它煎熟。一般呢，大部分我们下锅不是都整片下去，对，然后你边边就会煎不到了。所以边边的部位呢，你就会吃到那个筋膜，就会有点卡牙缝的感觉。是。可如果你像这样是先把边边的筋膜先煎过之后，它筋膜煎熟，它收缩，你再切再吃就会比较好吃。哇。对。我们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哈。然后你看哦，油脂已经跑出来了。是。我不知道摄影机能不能带得到这个，你看那个锅里面的那个油脂，所以牛肉它本身的油脂是蛮多的，所以你看都很多油脂都跑出来，所以我们用它的油脂去煎它就可以了。OK， 你看我们这样煎过之后呢，那个油脂跟筋膜它就会收缩，就会比较香。好香哦，对，现在就很香了。那这个呢，这个火力控制呢，不用很大，你大概就是中小火慢慢煎，对，慢慢把它稍微煸干。然后呢，我们外圈煎好之后，再把它翻成正面。等一下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。对，我们大概呢再煎个2分钟之后，我再来告诉大家说这个步骤是什么步骤，而且是一定要做。我的意思要说，好，我们进一段广告吗？我们就呢这样把它稍微煎一下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让牛排的那个热度往里面跑。好，我们这样稍微煎一下之后呢，把火关掉，我们需要让它静置。对，我们让它稍微静置一下，让它冷静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牛排是很热的，可是它的中心是很冷的，所以我们要的是外面的温度跟里面的温度做一个对流。做一个交换让他们就是感情交流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让熟度呢往里面渗透去。如果你在锅子里面一直煎，那个牛排就是外面会太熟，会变老，里面会太生，所以我们需要让它静置一下，这就是一个诀窍的一个地方。好有趣哦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大概让它静置个2-3分钟之后，我们再来煎它，稍微煎一下，这个牛排是最好吃的状态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只做煎牛排，我们还是会用果醋，然后用一些蒜片来做一个酱汁，因为牛排大部分都需要沾一些酱汁嘛，那我们可以自制一个酱汁。OK， 它静置完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是一样，我再把它打开，然后呢让锅子稍微烧热一下，我们再把牛排放进来煎。不过之前志颖有个动作，刚刚煎牛排锅子剩下的这些油对，我有把它擦掉，对。好，那接下来第2次的这个煎呢，就是要煎到你要的熟度。譬如说，有些人喜欢吃5分熟，有些人喜欢吃7分熟，有些人喜欢吃全熟。那你就是这一次再来，就是煎到你要的生熟度。那生熟度怎么看呢？你其实可以稍微去搓它一下。这个软度这么软的话，那这个大概就是3到5分之间。所以我们就是要慢慢把它煎到你要的那个熟度。对。全熟牛排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哦。全熟牛排不是放任它一直在锅子里面煎，其实它也是会过老。全熟它还是有一个刚刚好到一个全熟的一个点，所以我们也要抓那一个点。全熟就刚刚好，譬如说3、5、7，那全熟我们就当它10分，10分熟你不能煎到12分，12分就太老了。
所以全熟的话，大概比如说我要吃全熟，大概9分我就要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利用它的余温让它那个。没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，让它稍微休息一下，因为你现在切它有一个缺点。因为我们刚煎完它的时候呢，它其实里面的肉汁是处于一个很滚烫的一个状态，在体内是很滚烫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再让它再静置一次。所以记得哦，牛排要静置2次。第一次是我们要它的熟度跑到里面去，第2次的静置是我们不能马上切下去。这个时候如果你马上切，它的肉汁会锁不住，会全部都流掉，就浪费掉了。所以我们让它休息个2-3分钟，让它冷静一下。它的肉汁就会锁在它的肉片里面。我觉得现在要冷静的，好像不是牛排，好像是厨娘哎。是人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一直觉得他跟我招手，好香哦。而且我已经相中这个小片的这一片哦，厉害！感觉它油好多。厉害！还是油好多，所以呢不会瘦哦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啦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酱汁，那这酱汁很简单，我们就是用刚刚煎过牛肉的那个锅子，它还有一点点的那个油脂香气。但是把多余的油脂擦掉之后呢，我们用那个黑蒜醋，你家里有果醋或是黑蒜醋都可以，然后新鲜的蒜片，因为蒜片跟牛排非常的搭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直接下锅，就让它去煮，把蒜片的味道煮出来，把醋的味道一样降低一点点，带一点点的甜味，然后我们一样调一点点的胡椒给它。然后这个动作要放大，好帅哦，对不对？好。调一点点的胡椒给它之后呢，加一点盐巴，是要这样啊？对啊，这个加盐巴，这个时候就要配乐配的这样子。OK， 那个像那个交响乐哦，很嗨的。加一点点盐巴，你看那个醋呢，天然的醋，它的那个糖分升上来的时候，就会有那个泡泡。OK， 那蒜片煮出那个香气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很简单的一个酱汁。然后我们准备芝麻叶，或者是你要准备一些生菜，或者是一些像刚刚的节瓜片，你把它刨成薄片，节瓜片，然后小黄瓜都可以。我们来把它搭配那个牛排，然后做一个组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切那个牛排，我切给你们看。对，我们先看大片的这一片。你看哦，我们刚才有让它静置的时候，它就会呈现这种粉红的这种颜色。其实这算熟还是不熟？这算熟了。然后这一块呢是厨娘想要的 ，OK， 这一块就比较熟一点点。那这个真的挑得很棒，你看有筋、有肉、有油脂，这个它的搭配是非常刚好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薄片。因为这个是一个眼睛看到你就会觉得，其实没有熟，但是因为我们是用温度去控制的，如果真的到全部你整个都变成是熟的那种白色的那种状态，其实那个牛肉已经是真的是有腥味，对，真的有腥味，而且它已经到一个非常不容易去吃的一个状态了。OK， 那我们再来就是把我们的酱汁，这个蒜味酱汁呢，我们把它淋上去，然后一样蒜片就把它放上来。啊，我也吸收，看起来真的是很好吃。今天知颖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的好哦，立体煎牛肉。对，先把旁边的这个油，对，立着煎外圈，然后再来煎内圈，然后记得哦，要2次的休息。绝对不能让它太嗨了啊！对。这个就是呢，我们今天知颖呢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分享的2道呢，非常精彩哦，然后又非常简单，可是却是5星级饭店里面的好料理。我希望全球的观众朋友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也谢谢知颖，真的在百忙之中哦，他刚刚还从厨房出来的。